脸色铁青，蛮适合用来形容你们其中一个人的。什么啦？在讲谁啊？不是他吧？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夯艺板上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的课与字跟我们的身体器官有关系。遊戲規則：答題節目組會本大家群團客家時，本裏邊通可能幾個用法律意思，現場一題就第一分到底馬沙集嘅基本一個夯藝愛最熟呢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词，暮睡鸟。它这个名词不是用来形容任何一个器官，哦，但是它是从一个器官引申出来的词。我先眼罩，因为他有睡觉又有眼睛，鸟我就先忽略它。然后我想说会是也有可能是枕头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针对眼睛的话，我就写眼罩。墨镜，开眼镜，因为有点要睡觉了，要戴这一个比较墨镜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请看提示。口香糖跟绿油精、提神、这个名词通常用在人身上。夜晚人啊，反正就很晚睡的人。对啊，很爱睡啊，很爱睡啊。有人答对喽！这是你。我刚刚还有点觉得，完蛋，你们因为我觉听起来得你怎么可能对？你我也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对？我觉得你们肯定是对的。天哪，这个节目好难哦。暮睡鸟呢，它意思就是形容这个常打瞌睡或是想睡觉的人。暮睡掉。我睡掉。第二题，青面鸟，哦，又是鸟。对啊，又是鸟。尴尬，脸色铁青。蛮适合用来形容你们其中一个人的。什么啦？在讲谁啊？我知道了，其中一个人，该不是他吧？头发蓝是怎么了吗？好，先写第一次作答。青面鸟，我直接写 scared 好了，吓死人了 ，scared 吓到脸变绿色这样子。然后娜娜的是口出恶言。那你觉得在场谁最是多？我啊，就是很会，感觉很爱骂人的一种类型。好，我们看提示。炸炸弹。弹，这个人吃了炸弹、炸药哦。你在讲我吧？就是讲话很大声。有可能呢。对不对有可能讲话尖酸刻薄就是那一挂的啦。这个其实这个比较广泛，我要口出恶言，谢谢。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有人答对了，有人接近了。答案是脾气很差，动不动就生气。呛眠调。呛眠调。你们可以猜猜看，刚刚小阿姨边说是呛眠调的人会是谁？该是娜娜吧？好，接着下来我们的第三题。冤家蜜贝，泌尿科的泌，分泌的分泌泌的泌，对。冤家路窄。我是觉得蜜可能有湿，因为有水不可能有湿湿的意思，然后他们的背就是贴在一起，所以湿湿的。他们只是冤家，他们却背又黏在一起，就冤家路窄的感觉。感觉都有抓到是有点负面的感觉。我们看一下提示，会更有感觉。什拿起来议会哎，议场，所以它是一个议场啦。它可以翻一个面，是啊，那就是第开常常用在这里，请作答。一开会一直狂吵。就那一挂的。就是争论不休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要讨论很多事情的地方。解答有人答对了，这是吵架吵不停、争论不休的感觉。让尬比 boy， 让尬比 boy， 好，接着下来我们的第四题，庆脚倾注你的脚，形容人我觉得是兴奋哎，怎么说兴奋？就是好轻快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。算盘是算盘，然后这个形容词呢，蛮常出现在乡土剧里面的，乡土剧的女性角色。就是看咖会做事，我也觉得是 Kiang 卡。我是做错事了，所以就是要给我庆脚。公布答案，有人答对了。形容一个人精明能干，但是是太精明能干了，很会算，很会算。通常是婆婆用来形容媳妇的。哦，原来做这杂货在看咖这样。对，强脚。抢标好，我们的最后一题蛮简单的，来念一下。搞头王，吵架王吧？哇，这个来搞事情。搞头王主揪，
他搞的这个局，大家要不要去跑山什么的？就他是主角，他是搞头王，主角，而且很爽带。头者啊，嘿，所以是一样的意思，不同解释的感觉。因为主角范围很小。我觉得方向都正确，我们看一下提示。哦，OK，很爱冒险，我觉得就是恶霸啦，就是想要胖虎那一种恶霸。我真的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谢导游，就这样子，不要问我。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真的是孩子王。很爱玩，玩到变成就是带头的那一个人，那个诱人的方向完全正确。就是胖虎啊，这真的是胖虎好难，对，这个难。搞跳风，搞跳风。我要来公布今天的第一名，诱人。汉語開在是點熟熟，上外講威是六六呢天出外看漢語版上熟啊，漢語版上熟。大家好，我係春餐哥，漢語版上熟做研究以來呀，大家有知道冇？因為學位呀有深度用到因身體嘅部分，漢嘅意思吼，咪深度超過簡單嘅意思。嘅根本日漢語版上熟啊，因所以咧好好研究講。講到因身體有關係嘅，譬如因對跳那線來講，高跳王，乜嘅係高跳王？係個成人王啦。咁你講嘅跳有跳王啊，浪圈有浪王，個死有死王，個成人啊，大跳高雞隻啊，就按到高跳王啦。比如講個阿貴啊。佢蛇鼠隻蛇高跳王啦，嘅同學哦，前後聽機哦，相當風險呢。高跳王，實後咧講嘅係木水調，嘅木啊係木珠嘅意思啦，嘅木水調嘅是咪調哦？木水調啊，係講哦，嘅見打瞌睡嘅容啊，呢一隻邊呢嗬。一氣為變嘅世界啦，三氣四氣啥變是木水調啊！人類都唔知啊，該啥做得木水調。啥下來講嘅，咪係撈身體有關係嘅調按到搶面調，搶面調，你想啊，搶面，哎呦，面是搶貴人，哎呦，一等一樣哦，搶個面嘅調有想到冇？當場嘅憤怒鳥嗬，是講啊，跟人嘅心情啊，好點點是為不安啊，痛耳朵啊，是為變面嘅人啊，按到搶面調啊，搶面調，人家必敗，是講嗬，兩個人都喺度相吵到乒乒滾，老死都老唔開啦，當陰蟲嘅意思啦。cái à vân cô lao à vân số thầy sĩ sang à tàng như tụ cái với lên ranh ca bì bòi ô tàng như sau tổ cái linh xà xoay mất lọc cào à ranh ca bì bòi rồi mới chắc ở con này係強腳cái強呢隻啊cái vân thuộc ở nhằm khiển quyết khiển nhiên mà ha cái mày rồi thuộc強cái強腳tụ ra với ở thuộc強腳啊係按到一個人啊，當正面當為做嘅意思啦。唔過嗬，就跳過人嘅觀念啊，個什麼人嗬？你講佢強腳，個冇幾好啊，因為跳過人嘅觀念啊，個不樣人啊，絕對做唔得比較老公好強腳啦。所以跳過講什麼人強腳嗬，多少有變態嘅意思。強腳，乜個？你喊來講假橋啊？唔是啊，就是走嚟啦。你的話坐下來繼續收看音樂客家電視台，我先來走2000啦。我跟你說啊，我來到台灣之後，我也是個搞跳風，每次在班上啊欺負那一些同學，好像不太對。哪裡有班？其實呢，來錄這個節目呢，我們常常也是木水調，因為都很早哦。客家人都作息很早，這樣。